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6月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4篇24节到35节，以赛亚书32章11节到17节，加拉太书第5章16节到2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果子。夏天是台湾水果盛产的季节。说到台湾的水果，不但是住在国外的台湾人思思念念的家乡味，更是国外人士人人称奇的美好农业成果。不但是国际人士爱戴，连我们的敌国中国也喜欢窃取、骗取台湾的农业技术。如果基督徒的生命也能够如同台湾水果一样让人羡慕，那么那一位基督徒一定有美好的生命见证。因着他所领受的圣灵充满而得的这个果实呢，使人能够体会得到，能够感觉得到，甚至能够看得到。先知书以赛亚书32章11节到17节提到了上帝将会差遣他的圣灵充满大地，使得旷野也能够变成肥美的田园，并且有茂盛成林。经文这样说道：你们一向无忧无虑，过着安逸的生活，现在要恐慌了。你们要脱下衣服，用破布束腰，你们要捶胸哀伤，因为肥沃的农场和果园都毁灭了。在我子民的土地上，将长满荆棘和蒺藜。你们要为从前欢乐的家庭和繁荣的城市哀哭。王宫将荒废，热闹的城市人烟绝迹，要塞和堡垒永成为野兽的洞穴，野驴要在那里戏耍，羊群要在那里吃草。但是上帝要再一次差遣他的灵来到我们当中，荒芜的土地将成为肥田，肥田成为茂林，处处有正义，有公道，因为人人行为正直，他们将永远的安居乐业。保罗在写给加拉太地区教会的书信当中，特别提到了圣灵的充满，以及圣灵所结的果子。传统上有许多人误传说圣灵的果子有9个，但是事实上是1个，但却有9种的形式，或是说香气。我们也可以说是圣灵的果子的味美呢，是多样性的。一个果子有多种的香气、味道，它能够吸引人，甚至令人垂涎。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，加拉太书第5章16节到25节，这样的提到：我要强调的是，你们的言行要顺从圣灵的引导，不要满足自己本性的欲望，因为本性的欲望跟圣灵互相敌对，彼此对立，使你们不能做自己所愿意做的。但是如果圣灵引导你们，你们就不受法律的拘束了。人本性的欲望是显而易见的，它表现在淫乱、秽行、邪荡、偶像崇拜、巫术、仇恨、争斗、记恨、恼怒、好争、分派、结党、嫉妒、酗酒、狂欢宴乐。
和其他类似的事。我们从前警告过你们，现在又警告你们，做这种事的人一定不能成为上帝国的子民。至于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博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仁慈、良善、忠信、温柔、节制。这些事是没有任何法律会加以禁止的。那些属于基督耶稣的人，已经把他们本性上面一切邪情欲望都钉死在十字架上了。既然圣灵赐给我们新生命，我们就该让他引导我们的生活。诗篇104篇24节到35节。上主啊，你的创造繁多，这一切都是你智慧的果实。遍地充满你所造之物，有汪洋大海，住着大大小小数不尽的生物，船只往来航行，你所造的海兽游戏其中，他们都倚靠你，靠你按时供给的食物。你给了他们，他们便吃；你赐食物，他们便得饱足。你走开，他们就惊慌；你收回气息，他们就死亡，归回尘土。但你向他们吹气，他们便生存。你使大地得以更新，愿上主的荣耀永远长存。愿上主喜爱自己的创造，他俯视大地，地便颤抖；他触摸群山，山便冒烟。我要一生一世歌颂上主，我有生之日要歌颂赞美我的上帝。愿他喜欢我的诗歌，因为我的喜乐从他而来。愿罪人都从地上消灭，愿邪恶的人不再出现。我的灵啊，要颂赞上主，要赞美上主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，使我们的生命因着圣灵的充满而得以盛开，结满了果实，拥有那种令人向往的香气，有甜美的味道来见证主，荣耀上帝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